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要过年咯，迎新送旧大春联。有民众伫网络顶铺文章，讲伊收到伊的丈人爸送互伊的春联的祝福，也毋过春联所写的这3字哦，伊安怎看就是看无。去请教真侪人，嘛是考倒师傅。上尾啊，真正有高手帮伊来找出着答案。原来哦，机关唱成库这3字，竟然是唱4字的英文字 Happy New Year。 新年快乐！用书法工具开始一笔一画写出传统艺术之水，嘛写出对2023年的祝福，想要讨一个好格调。不过伫网络所出现一张，不管是安怎看，拢互大家看无咧写啥的春联。 一张真大张的春联，下骹写要看卖是啥？民众抛出丈人爸团的春联祝福，不过伊煞看无顶悬到底是咧写啥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这什么？这是脸。第一个很像茧啊，然后第3个霞，就是对有边念边，中间看不出来。 几啊种答案，互大家看起来爱笑，袂少网友嘛讲，敢问是扣着黑，扣着青。不过嘛有人一看就看出答案是英文的“新年快乐”。头先是大大的 H， 过来 A 内底有2个 P， 上尾也是 Y， 第2个是 New 做出来的，第3个是大 Y， 正面是 EAR。有人解答了后，嘛互大家讲，这位丈人爸实在是真有创意，嘛互大家看到春联甲中西文化结合做伙，实在是真趣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